大家好，我係所長馬高。今集同大家嚟到體特嘅 ASI，去參與由 Hot Toys 舉辦嘅星球大戰小古古漫遊大銀河，準備去片。展覽位於啟德嘅 ASI 2樓中庭，因為最新嘅星戰電影《曼達洛人與古古》會喺香港時間5月21號喺各大香港戲院上映，所以今次嘅展覽都預告咗好多關於電影嘅產品，絕對係 Hot Toys 迷同埋星戰迷必去嘅打卡位。今次展覽期係4月30號至到6月3號，今段片嘅拍攝時間係第一日嘅傳媒拍攝日，所以影完就即刻出片。影定俾大家睇下入邊有咩買。入場前已經見到好多星戰嘅 cosplay， 唔知係咪日日都有呢？點都好，最少一定有喺黑武士後邊嘅曼達洛人與古古1比1嘅雕像，會長期乖乖企喺度俾你打卡。當然唔好走落眼，仲有右手邊嘅 Hot Toys 巨型 cosplay 版嘅古古，都係必影嘅打卡位。好啦，準備入場。今次要多謝 Hot Toys 嘅邀請，可以俾我提早幾日入嚟影。入到嚟梗係影我最中意嘅 Hot Toys 1比6 figure。呢款曼達洛人係最新嘅電影造型，我都已經上網訂咗。有頭雕可動眼，要買就一定買豪華版，有埋古古嘅座駕。另外仲有其他星戰角色展示同埋預訂。呢款老年直髮版嘅 Skywalker 係限量500套，訂完即止。仲有全新造型嘅達斯摩，仲有2個頭雕表情，全部都有可動眼。今次嘅直髮版應該係最真實嘅老年版 Skywalker。仲有星戰前傳嘅 Yoda， 都有少量直髮同埋可動眼。仲有今次星戰最新嘅2腳坐騎，叫做全地形偵察步行機，成60 cm 高。喺星球大戰反抗軍起義入邊，好搶眼嘅藍色皮膚，索隆元帥。電影入邊最新嘅雪地白兵，仲包埋架維修機械人。星球大戰最多都係白兵，每套作品都以唔同武器、唔同顏色去展示。有2隻等身大嘅機械人專家同埋古古。現場仲有機會有現貨買。喺星戰 cosplay 嘅現場，見到好多唔同物種喺度交流，成個氣氛都好似星戰世界咁。睇完 figure， 仲有其他周邊產品。呢邊 corner 見到好多星戰毛公仔嘅雪條，夠晒夏日主題。係雪糕毛公仔鎖匙扣，58蚊一款。係要抽嘅盲袋形式，一間雪糕店嘅打卡位，做到好似真係雪糕店咁，仲有開鋪時間。呢邊有埋凳俾你坐，係巨大化嘅雪條造型，夠晒位俾一家人嚟打卡。
眼前係7米高嘅巨型鼓鼓互動氣球房，應該之後可以排隊入去打卡影相，應該拍片都得。有氣流可以同氫氣球互動，官方都形容為沉浸在民動原力中。呢邊廂有萬達樂人與鼓鼓嘅巨型 Cosby， 仲有埋佢哋架飛船。再行嗰啲，仲有大量星戰 Q 版精品，見到好多唔同款式嘅鎖匙扣，仲有襟章、貼紙，仲有好多巨型嘅鼓鼓毛公仔，全部都可以買可以抽。買之前記得睇下呢個購物禮遇。仲有好多星戰嘅 T 恤，仲有星球大戰復古版嘅 folder。當然唔少得 Hot Toys 嘅星戰1:6 figure， 見到全部都係數量有限，要買趁手。見到 T 恤都分咗好多 size， 呢邊仲有好多貼紙同襟章。仲有好多鎖匙扣，呢啲係唔使抽嘅 Cosby， 可以揀啱先買。呢款 Cosby 嘅盲盒都幾得意，全部星戰角色都拎住個氣球，有好多款唔同造型嘅 Q 版鼓鼓毛公仔。
呢一邊 corner， 如果買滿300蚊就可以玩頭擲遊戲換精品。隻 game 我估應該係將啲波投落個樽度，就有機會換後邊嗰啲 cushion， 我就唔敢講。你哋有機會投中咗就留言俾我，究竟係咩精品？見到地方就唔係話太大，但係就唔少嘢買。今次會場重點推介就係星戰漢堡包攤位，唔係食得嘅漢堡包，係毛公仔漢堡包，全部配料都有星戰嘅造型，可以自定配料，或者揀配搭推薦，仲可以玩急口令挑戰。睇下啲包嘅賣相先。呢款就係配搭推薦，已經砌好晒，可以即刻攞走，都真係超大個。見到現場有工作人員，應該係接到新柯打，準備做包。再聽埋現場收音都幾專業。同一時間呢，呢度就已經選咗啦。跟住黑椒先啦，跟住呢就係少少嘅燒烤醬。好，搞掂咗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將佢放喺上面啦。最後就係全家佢嘅番茄，呢個漢堡包就食下。OK， 好，咁你想要嘅麥筆就係咁大高速度食下。OK， 需唔需要幫你組合埋？劈埋咯，劈埋俾埋你咯。哦，好啊。我好快嘅就算啦，10秒嘅啫。我諗住你呢個即係呢個，可以洗呢個。哦，搞掂埋已經。買完有表演睇，又可以打卡，之後仲可以拆散嚟玩。拎晒你想要嘅嘢，依邊就係收銀處啦。俾錢之前記得睇埋購物禮遇，千祈唔好走寶。講多次，正式開幕時間係4月30號至到6月3號，星期1至5中午12點至夜晚9點，星期六日就早上11點至夜晚9點，係睇得 ASI 2樓中庭。星戰迷唔好錯過。今集 Hot Toys 星球大戰小古古漫遊大銀河就介紹嚟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看。
鍾意嘅朋友希望可以分享、訂閱、讚好，撳埋隔離個啷啷，一有最新影片即刻通知你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